大家好，我係 Dennis， 今日帶大家睇一個咧就係天璽有好靚設計裝修嘅單位，仲要係性價比高。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。當大家入到嚟呢個單位，望到呢個 L 型落地玻璃大廳，你會覺得呢個單位有幾大？即刻開估，呢個係831尺嘅單位，經業主精心打造咗之後，營造咗一個接近400尺嘅巨型空間大廳。呢個單位整體都係以一個簡約為主，而主人房亦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一排入牆衣櫃，再加埋一個梳妝台，成個單位嘅保養都非常之新淨。大家中唔中意呢個單位呢？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揾我睇樓啊！又或者如果想睇下其他嘅住宅物業嘅話，記得揾我 Dennis Cheung。